大家好，我係波波樂。今日我哋玩嘅就係動漫二選一啦。呢隻 game 好簡單，就係陣間會俾出兩個選擇，而我哋會喺64部動漫入邊揀出一部我自己個人心目中嘅第一名。同埋我呢個唔係一啲比較專業嘅睇動漫嘅人，所以我哋陣間揀嘅有可能唔符合大眾要求，所以大家就當還是係睇得啦。第一個選擇，我獨自升級同埋呢個吊帶麥天使。咁如果以畫風嚟講，我就比較中意天使嘅畫風啦，所以會揀天使啦。呢兩部動漫冇睇過，不過上面嗰部動漫我聽過啦，之前好出名啊嘛。咁下面嗰部我 search 下先，你等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經過偉大嘅維基百科睇完之後，我就感覺呢部動漫都幾有趣下嘅。加埋呢，我比較唔中意間諜過家家呢個動漫啦，所以就下面嗰個啦。對唔住間諜過家家嘅粉絲。哇！呢兩部都係同啱啱嗰個一模一樣喎，都未睇過。不過我感覺下面嗰個名有啲太恐怖啦，所以我都揀上面啦。哇！呢個咪黃金之風，咁一定係黃金之風啦，咁好睇。喂，我以前好中意睇《我們這一家》喎，所以我應該都係揀《我們這一家》。哇，一樣都係未睇過。哇，好多部動漫都冇睇過。不過如果以名嚟揀嘅話，我應該都會揀來自深淵啊，應該係關於一個深淵嘅故事啩。哇！呢部唔通係傳說中嘅老司機必看？守りたい人間を殺す強さが欲しい。だから刹那は未來をつかむ。你玩什麼網絡啊？所以聰明嘅觀眾都知我要揀邊部啦，冇錯啦，當然係呢部嘢啦。哇！呢個調教咖啡廳真係有啲回憶喎。你什麼角色？毋庸置疑，一定係呢部嘢啦，係咪先？呢兩部動漫就有啲難揀啦。其實如果以劇情嚟講呢，我就比較中意下面嗰部，同埋呢部嘢嘅設定都比較好嘅，所以我應該都係揀下面嗰個啦。哇！又係一啲極品選擇題嘅，不過以我中意嘅風格嚟講，都比較中意電鋸人嘅，所以剩低嗰啲我都跳過晒啦。不如我哋直接嚟32強啦，咁就可以快啲睇到我心目中嘅第一名。如果呢兩部嘢俾我揀嘅話，我應該都會揀電鋸人多啲，因為電鋸人都幾好睇下。其實呢兩個嘅話，我喺心目中應該有啲決定啊，咁我應該都會揀雙俠之物，因為啲劇情都比較有趣啲。哇，真係有啲難揀咯，而家真係一部就我近期睇嘅作品，一部就我小學睇嘅作品，咁就黃金之風啦。對唔住啊，暗雲。我感覺寶石之國呢部作品應該都幾好睇下，不過下面嗰個係更加好喎。我又得罪咗寶石之國嘅粉絲啦。呢兩個選項應該會比較會揀寶可夢嘅，因為我細個就係睇呢個大嘅，真係。哇！咁快終於到16強啦，同大家講下點解下面嗰部呢會去到16強啦。因為我睇嗰個名啦，因為我冇睇過呢部動漫，不過睇個名好似有啲幾有趣下。可惜佢就撞到海賊王啦，冇辦法真係。所以海賊王入咗8強啦已經。來自深淵，下面嗰部嘢真係勁有趣啊！單純女孩真係幾搞笑下。我記得中學嗰陣時咧睇咗呢個嘢之後，喺邊食飯嘅。之後食下，突然之間噴咗出嚟啲飯，神仙打交啊！其實呢兩部嘢都幾好睇下嘅，真係勁好睇，推介觀眾去睇呢兩部嘢，真係好好睇。不過 JoJo 1佢誕生咗好多梗咯，即係好多 meme 勁多。不過電鋸人都勁好睇喎，唉，對唔住啊，電鋸人嘅粉絲，我都係揀 JoJo 啦，真係對唔住啊。咩都唔使講啦，下面嗰部。哇！呢兩部有啲難揀喎，一部就係一啲比較甜嘅愛情故事，一個就係鼓勵人哋去跑步嘅一個運動翻嚟嘅。冇計啦，最後都要揀上面嗰個啊，真係勁好睇。戳到媽地，戳到媽地，點解一個咁逆天嘅動漫居然上喺16強嘅？9個老婆9個仔，黐線，真係好牛逼呢部嘢。當然係我們這一家啦，黐線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萬眾期待嘅8強啦。
究竟邊個係我心目中第一部最牛逼嘅動漫呢？我哋拭目以待啦。僵屍100其實呢部嘢幾好睇下嘅，不過後面漫畫呢，我就唔講啦。勁力天啦，我本人比較中意純愛戰士，我對牛頭人有啲唔知點講好。Sorry， 我們這一家海賊王勁少少，唔好意思。食大屎啦！一部係令我食飯食到頻繁，一部就係比較好睇嘅一部動漫。對唔住啊 ，JoJo， 我比較中意下面嗰個多啲，即係勁搞笑嗰個。No， 點解兩隻嘢會相遇㗎？對唔住啊，咖啡廳下面嗰部嘢已經頂咗好多牛逼嘅動漫啦，已經。唉，對唔住辣妹，對唔住辣妹。哇，嚟啦嚟啦嚟啦！4強終於嚟啦！今次究竟係邊個會拎第一呢？下面嗰部同埋上面嗰部劇情都係幾有趣下嘅，不過你都知我係純愛戰士啊，所以係上面嗰個。僵屍100點樣輪到你上場啊？單槍女孩頂埋 JoJo 走喎，點會輪到你啊 ？Sorry， 上面嗰部嘢，海賊王要結束你罪惡嘅一生啊！Sayonara， 回復術師嘅重啟人生。哇，2強真係有啲難搞喎。單槍女孩已經捱到去決賽啦，已經。之後不過下面黃金之風好好睇喎，揀邊個好呢？哇，真係好掙扎，真係一部係搞笑嘅，一部真係勁好睇咯。對唔住啊，單槍女孩。哇，果然呢，4強真係有啲難揀啊！不過心目中已經有答案啦，應該就係海賊王啦。因為海賊王真係勁好睇咯，睇嗰個一開始嘅嗰個舊版，雖然下面嗰個都勁好睇啊，不過海賊王好睇啲咯。唉，終極決賽，今次我第一名就係海賊王啦。好啦，各位觀眾，我睇完嗰個表之後，算符合我嘅個要求啦，都算除咗第5名之外啦。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完結啦，多謝大家用心睇晒我呢條片啦，同埋今日嘅嗰啲評價都係我自己嘅評價，唔係嗰啲專業嘅評價，所以大家就唔好當真啦。呢個純粹係我個人嘅一個排行榜，希望我今條片為大家帶來歡樂啦。我係幫幫樂，我哋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